各位友志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咱关怀基金会伫校热当中每礼拜三所办的研习。咱顶礼拜是请陈家祥陈副总来介绍 AI 一寡资源包括 Codex， 包括迄个台英客语人机共同学习的平台搁生成 AI 影像生成这物件，其实对相信大家拢有真大帮助。咱今仔日是要请昆明老师来介绍，要安怎用这 AI 这资料来做教材。咱顶届是讲到资源，资源有足侪，要安怎会当变做是咱的教材？这可能要有一寡过程，大家需要去了解。昆明伫这方面做足侪相信今仔日会当互各位有真大的收获。摆对各位的教材应该会当搁较有帮助，因为即马爱互囡仔有兴趣，来学咱的语言昆明，安富老师，好，安富，嘿，我伫遮。好，来，即马10点到咱就准时开始。来，请各位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徐昆明徐老师来，昆明，你出去开会。好，你画面介绍。多谢各位老师我先甲摄影机关掉，因为安尼较省资源啦我即马甲我的画面刷来我即马的电脑分享一下。换起你啊！即马搁留伫我遮。你甲我过。我看即个。这是我的电脑画面首先我先来讲，咱要安怎做 AI 的教材。我用咱目前大家上了解的叫做 Google 文件。Google 文件是 Google 的生态系。Google 伊伫咱办公室的软体内底做足侪包括迄个这个文字的部分，这是 Google 文件。慢些，咱先建一个新的口座。讲义内底，我先把这个连接给大家我放点，这个讲义我会连接给大家拢会当用。嘛会使直接开直接破。你甲打伫通话中的信息尔。好，已经打去你啊。好，大家会使老师会使连接进去看这个讲义的制作的方式，咱对这开始，先拍开 Chrome 就是 Google 的物件啦因为 Chrome 伊有支援迄个咱即马叫做 Gemini 是我感觉真好用的一个 AI 选择口座，你若无口座，就起一个新的口座。好，这个部分应该我毋免去解说大家应该拢会了解。我即马伫新口座内底做，咱看我这个教材要安怎去咱对无开始甲有，像伫遮拍开，恁后迄个 Google 口座已经申请好啊，入来伫下骹上下骹，咱找一个叫做 Google 文件。Google 文件伫倒咧？伫遮，Google 文件。拍开，
建立新的物件。这内底问的吼，就是 AI， 就是你伫 Gemini 内底问的吼。即马足侪文书处理啊，文书的处理吼，拢甲也是简报，拢甲 AI 有结合斗阵。啊，所以你会使直接问伊任何的问题。啊，嘛会使，即马咱即马只是空白哦，空白吼。啊，直接伊嘛会使甲一个，直接有一粒，遮有一粒。我画面应该看会到吼，若看袂到，你伫资讯栏内底甲我讲一下。遮有一粒，这粒嘛是叫 AI 出来，这粒遮字落嘛是叫 AI 出来。好啊，咱即马空，我即马想要做一个代志，就是建立一个新文件。我要用即礼拜三。我先甲伊复起来吼。即摆我有一个想法，我伫要伫即礼拜三推一个线顶会议的教学课程，题目是愈 AI 愈需要台语老师。啊，甲咱想要讲的物件，先甲伊写起来，写了，搭伫遮。这就是 AI 哦，搭伫遮，内底有我想要讲的物件，好送出去，伊会回应你一寡问题，回应了，因为这速度较慢吼，所以我已经好啊呢，伊甲我即马写的讲，我想要做啥物代志，啊，就遮问了，伊就拍家己放入去文件内底哦，家己放入去哦，了吼，我写呢一点点啊尔，我无偌济，写一点点啊，伊就甲你课程的基本资讯安怎，媒体素养安怎，好，啊这安尼就算完整啊呢，完整啊了，甲即个当做一个摘要，开伫第二个分页，开伫第二个分页，过来咱就开始照伊内底讲的，情况低音、低影音这边呢，就直接开始做后壁的资料，后壁的资料，好，安尼完成了，就像咱即马即张讲义讲的安尼吼。好，到目前为止，我有啥物问题？无问题，咱就继续发落哦。导师的画面真细字拢看袂清楚，敢会使甲你的画面字放较大的，多谢。安尼吼。嘿，因为迄画面就头拄有当时无画面啊，会使请老师搁为头仔讲一解，互阮看一解画面较清楚。多谢。昆明，你甲边仔的像正手柄遐甲抬调，正手柄。即个用Ctrl，你甲调画面调较大。安尼会使袂？我安尼已经上大，因为我是用专荧幕，已经上大。若要互较大咧吼，会像安尼。你正手柄，会对，这个册仔甲关掉。这个册仔关掉，但是这个册仔是咱好啊。对，安尼画面，对，迄无需要甲关起来。嘿，咱家己会使背音波，家背较大诶，嘿。毋过有诶人背咧会背无去，嘿嘛是风险。电脑无法度啦，平板会使啦。毋是啦，会使较大较细无毋对啦，问题是
安尼咱重点就无讲到啊。咱重点是伫即粒呢，即粒叫出来是 AI， 吼，尽量啦，因为我即个讲义吼，我即个讲义内底已经拢互各位老师啊，迄个连接会当连接起哩吼，拢照内底讲诶。我即马要讲一个上好啦。当我甲所有内底内容拢藏起嚟了，我一个拢甲需要的物件、爱讲的物件拢藏起嚟了。所以，我甲一个部分提出来，系我重点是第一个文件安怎制作，吼，这就是咱的教案啦，吼。文件制作了，过来要做简报啊，做简报吼，做简报。来，未做简报进前，有一个物件叫做 notebook， 影片是叫 notebook LM， 旧年叫 notebook LM， 咱即马叫做 notebook 像安尼吼。各位老师，你用你的口做，家己操作看卖吼，罔听。即个是我是用新的口做啦，伫遮移落来。顶礼拜都有讲过啊吼 ，notebook 是遮 notebook LM， 即摆还佫叫 notebook LM 啦。伊写是写安尼，但是伊的名已经改啊吼。你甲伊移落。建立新的笔记本，建立新的移落，移落了伊即摆空诶，内底是空诶。notebook LM 拄入来的时阵有三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来源，新增来源者，新增来咱先甲关掉吼，有三区，一个是来源，一个是中央咱要甲 AI 对话的部分。后壁即个，我较用较大咧。后壁即个是伊的工作区即摆内底会使用9项，若其他的版本有诶会当用10项。好，咱等一下要试用即个简报的部分。即个部分无问题，我先叫出我怎做诶。应该安尼吼。袂使，爱对无开始，对无开始才会使。就 notebook LM 有一个足大的方便，就是你伫资源内申请资源，这资料来源者吼，伊遮中央所问的每一个物件，第一个参考的拢是你的资源。拢是你互伊的物件，所以伊袂像迄个咱伫一般的 AI 内底啊，就是会去乌白找一寡无路用的物件，吼，这介重要吼。迄个当时我做啊，要关。好，迄个。我即马甲我的教学内容第一部分，甲伊扩起来。这就是咱的资讯来源吼，咱的资料来源放伫来，我先。安尼问哦，各位老师伫开 notebook LM 有啥物问题无？若有问题，有问题后壁就无法度进行落啊吼。这真简单，就是对遮开后壁开一个 notebook LM 即个物件，拍开了，即摆即个是空的，咱新增来源者。
因为我拄仔用 copy 的方式，甲我的讲义、我的教案放伫文字档内底，遮甲搁一摆哦。申请来源复制文字遮，甲拄仔的物件拍入去，甲点入去，第一个部分插入去，就放伫遮，安尼就会使啊。等一下。伊即马搞起来，就表示等一下你要做的物件，遮后壁要做的物件会参考即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，安尼较大字啦。简报，音调要，音调就敢若 passkey 共款吼，两个人在对话啦，简报就是人讲的 PPT， 过来。影片摘要是一个人用一个影片解说，心智图啦、报告啦、学习塔啦、测验啦，伊会使对即内底做一个测验题，图表啊、资料表啊，伊会使甲整理出来。咱即马重点是即个简报的部分，简报甲议论伫遮。你希望简报要用什么风格？像讲我要用全台语，用全台语做简报，简约风格。好，安尼一个来源，安尼个议论。伊即马就开始做，会甲即个部分咱拄仔搭入的即篇做一个简报出来。用便咱做 PPT 爱做足久，即马毋免，但是因为伊这是免费的吼，我即马用的是免费的，所以伊爱做要10分钟，来，过来，互伊去做。我就先来讲我即马重点要讲的物件。这是后壁遐做好诶。好，虽然讲是操作啊，但是我即马爱对咱台湾目前诶资讯教育吼，拢是注重迄种电脑操作啦，还是讲迄个资讯安全。但是真少人在讲媒体素养。媒体素养介重要，因为咱即马 AI 愈来愈侪，所以媒体素养吼，伊才会当守护咱的资讯安全，这介重要吼。来，咱即马目前台湾有一个问题，就真侪人在看低影音，啥物叫低影音？伫15秒到1分钟之内，资讯密度足悬的迄种，会当短期间掠掉观众注意力的迄种低影音吼，即摆足侪人安尼，规工会使安尼撸袂了，撸2-3点钟撸袂了。目前听讲全世咱台湾的迄个用电脑手机的时间平均一个人7点钟，7点钟。迄是真恐怖的数字吼。好，但是用低影音有一个歹处，伊为着要吸引你，互你愈听愈久愈好，会当拍广告嘛，所以就伊会用一个叫做演算法的物件。伊知影你即马介意啥，你就有可能注意啥，就甲伊演算了，就。后壁你看了，伊后壁佫出新的，佫是拢你介意的物件，所以就愈用愈久，愈用使用的时间愈用愈久，甚至来这会有出即种像讲低影音吼，咱即马有一个低影音伫较早平躺条件这无问题啦吼，真侪人拢知影啥物叫平躺条件，佫有人伫发起叫做迄是 TikTok 叫啥？迄个抖音的挑战赛，
叫做吞洗衫球，甲迄个咱迄个洗衣球迄啊洗衫球，吞落去。啊，有一种叫做混媒条件，啊，一寡青少年吼，一寡少年家，伊毋知影，啊，就是为着要增加伊的既视感，就是伊会用家己电线棍电到用要昏去安尼，看像电上久安尼，好，这拢是一种危险的条件吼。即马全世界伫禁止低影音的部分有几个国家，咱台湾敢若公部门有禁，其他无禁吼，这是介危险的代志。啊，搁一个就是假信息，咱对有社群软体开始，到即马已经有连续11档是冠军啊！即种台湾第一啊！即种地位实在无啥好，但是无法度，因为拄着歹厝边吼，这嘛无法度的代志。所以咱来了解什么叫假信息。啊，假信息的原因伫遮，这毋是咱今仔要讲的重点，但是一定爱讲着吼，因为若要用 AI， 这拢爱了解。啊，咱要看电影音，毋是讲袂使看，会使看，但是爱坚持3个原则。第一个，莫留话，莫点赞，莫分享，不留言、不点赞、不分享，这3个原则拢一定要保持住咧。莫叫是我敢若持赞尔，无啥物代志。足侪案例吼，你敢若持赞吼，嘛是有代志。足侪案例咱若有会使伫 AI 内底问就知影吼。莫留话，莫持赞，嘛莫分享。咱敢若看过就好，看过就好。啊，这就是咱要应付假信息。假信息就是任他、量他、不管他，就是逐项拢莫，就是你会使看，无需要去甲伊持赞还是留。有人吼，阮歌册学会有一个老师，伊就是去留话了。对方经过一档了后，对方竟然要求伊爱赔偿6000块的什么精神损失费啊！你若看留话，你毋通叫是留话无代志哦，留话送一个尔啦，后盖有代志啊，所以拢莫甲留话吼。好，即马 AI 眼见不再为凭啊，眼见不为凭吼，眼见不再为凭啊。有足侪叫做深伪技术啊，深伪技术就是用像的声音啊，最近有迄个有的问题啊，我是啥物货啊？用咱的政治人物的声音啊去伪造，这拢无咱看过就好嘛，拢莫去甲掺嘛，莫去甲留言吼，嘛莫去甲留话，好。即马 AI 做的有时也是敢若真诶，互你看袂出啥物是 AI。但是不管 AI 安怎走，目前来讲，台语是咱过滤假信息的天然防护盾，这是事实。台语因为即摆 AI 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伊是英语也是中文。即摆英语中文的老师吼，有时啊爱家己爱家己转型，但是台语伊无法度，因为伊背后的资料库无台语的部分，所以一定要咱台语老师。咱这简单讲到遮，这是第一个部分。来看你，就生好。我即马做的这个简报，就是我昨做的，伫遮第一个部分简报伫遮。这嘛会使分享互大家吼。这个，咱做的，你若是讲老师甲老师中间要共同备课吼，会使用 Notebook LM 你做起来了，我拄第一个部分伫遮，应该是会使分享过。
二者分享，搁一间二者分享共用，你会使公开，也是知影连接的使用者，但是建议你，若是互我来备课，咱就通知使用者。啊，若无，若是像即摆我要分享互大家，甲这交叠，啊，甲这连接复制出来，啊，就会使传互老师，传互其他老师。我看我即摆看我拄啊字会使袂哦。好，来，我甲拄啊迄个简报传互老师。知影 notebook LM 安怎做？因为咱今仔日时间无介济吼，所以我重点毋是放伫资讯安全啦。资讯安全虽然需要讲啦，啊，过来即个 AI 即个物件嘛需要讲。AI 界行甲，即互老师家己看就好吼。啥物叫亚界资料库？就是原生，搁一个数量真大，亚界的意思嘛吼。亚原生啊，界是大数吼，极大数，数量真大的资料库。但是伊即摆 AI 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台语，伊敢若是一个字典拼凑器啊。一定爱台语老师超过，才有法度用。好，这个简报部分，大家课后家己看过就好。但是即摆要解说的是，这内底有真，像我这个，我找看卖吼，来，老师倒吹啊，你对看得出这是 AI 做的。若有找到一个部分，发觉这 AI 做的，你就举一个手吼，还是拍一个，伊拢会使。看起来拢袂歹哦，但是后来我直接讲啊，你要看这个字，嘿。伫迄上下骹遐有 Gemini。哦，对。啊，有当时是为迄个 icon， 就是敢若伊落长柱形迄个 icon。哦，对，有时啊是迄个叫做水印，浮水印啊，有时啊是水印啊，有时啊是伊的 mark 吼，这都表示 AI 的来源。这有原因呢，我等一下解说吼，因为AI 物件有一个歹处，就是我即马 AI 出去，AI 要找物件，伊若去找到亚界资料库原生呢，这是无问题，第一代嘛。啊，伊若去找到 AI 家己产生的假资料，啊，就第二代啊，第一代亲，二代表，啊，过来有可能个连续第四代拢。AI 去找旧的 AI 的资料，安尼资料敢会用诶？所以足侪我像讲我的物件吼，我拢会保持，这若 AI 做诶，我就会尽量保持，这有一个 mark 互调咧，互人知影这是 AI 做诶。毋是安尼，重点是你啊看这字，这因为伤细字吼，这个。暂时放下旧资料库，上网互今仔日的新闻补强回复。这内底这个网，因为恁老师伫遐看到介细字，毋过我遮看到的是伊字形无完整，
我来找一个啊，咱台语字，咱找伊台语字用毋着诶，目睭较紧诶哦。AI 是对 ，AI 是词典拼凑器尔哦，你毋好完全相信哦。好，他很饿，这个开口吼，伊若直接产生野虾，伊真饿，安尼毋对吼，所以就爱转换做咱爱甲伊改做伊巴肚枵这个枵出来啊吼，这是咱即马目前 AI 无法度处理的代志，这个枵，直接，nice day， 遮对无？这个枵应该是这个枵对无？如果用枵鼠啊写实在是足歹，应该是这个枵，这就是问题。这就一定要咱老师家己改，要怎改？甲伊等去 PPT 内底，继续甲看好了。AI 有一个语言幻象，有一个有线系统吼，伊拢会甲你讲好听话你真牛，你安怎，你会叫是你真正真牛。过来，这四个物件是咱用 AI 进行爱了解的。一个语言幻象，你会叫是你已经是教主啊，你已经是天选之子，天命所归安尼吼，迄无需要吼。迄语言幻象，有线系统你做了真好啦，毋过安怎，这拢无必要的有线系统吼，为着要不得不信嘛。佫一个君子回应，我用国语讲，因为这台语讲了较歹，较奇怪。AI 为着要提问，你个枵迄字吼，一直出现伫画面顶悬哦。好啦，安尼咱甲清掉就好啊。好，啥物叫君子回应？就是伊袂互你足刺激，咱知影要做一个剧本爱起承转合嘛，这个转介重要，但是伊袂互你足刺激的剧本，伊拢平啊，所以你若无互伊一寡资讯，伊互你的物件拢是平，就敢若即卖90%以上的歌拢是 AI 做出来，听着吼。看一个人，甲看两个人，甲看三个人，拢同款，你无啥物印象吼。这是君子回应的部分，平淡无奇啊。过来，所以咱要应付这个君子回应，你爱加入在地特色，还是特别咱的感情，情感的色彩，才袂去失去台语的灵魂。佫一个上重要的。就是这个 AI， 伊食着家己的 AI， 食着别人的 AI， 甲第四代迄个资料拢是拢害了啊吼！这四个问题，啥物咱需要台语老师才会当掠出正确的英文。好，来，遮看拄啊，咱遮做的，遮已经出来啊。每一个人做出来的简报，虽然讲你资料若共款，但是做出来的简报会无共款。共款的物件，但是因为你看，拄啊加11会记哩吼。做出来拢无共款，这毋是重点。中央就甲这个简报互送出去啊。好，安尼我这个讲义，互大家的讲义吼，就是用这种方式做出来。
对头到尾拢是用这种方式做出来，拢是 AI 做的，从零到有拢是 AI 做的。咱剩点半钟的时间，重点是要来看第三个部分。好，我甲这关掉吼。即马老师来会使继续试用看卖哦吼。亲身分析，拄啊讲到资讯安全吼，目前伫即摆网络有一个足危险的动作，就是我想讲，我写较大字咧。各位老师，我安尼拍有啥物分享？敢有可能给我徐坤明的资讯？我伫 Google 内底问哦，给我徐坤明的资讯，因有可能找到我咧？无可能对无？你家己咧。这内底拢是我的资料，拢是徐坤明的资料，几啊页。我拍给我徐坤明的电话，伫 Google 内底找，敢有可能找会到？哦，找会到呢，找会到呢，所以即马，因为咱即马用的虽然在讲资讯安全，但是早期的即种网络的操作模式吼，拢无保密。你只要若捌伫网络出现过，所以伊就一定找会到。所以这是真危险的代志吼。所以我建议是，家己公务还是教学的部分，用一个口罩。若要试用的，要看影片的，啥物货，用另外一个口罩叫做分身。所以建议大家吼，这个 Google 会使加申请几个分身，较袂家己的隐私权啊，拢走出去吼。这个部分无问题。来，好了哦。这个 Notebook LM， 咱对 Notebook LM 开始吼。来。遮有一个足重要的物件，这是空的，咱早起才拄建立的吼。遮有一个足重要的物件，这叫做设定笔记本吼。设定笔记本，你甲移入去，内底设定对话。我建议各位老师爱设定伊的对话。第一，伊是用自定的方式，以博士生的程度回复，因为即摆 AI 的台语，你就是博士吼，就是博士的程度，嘛是差不多各种高中的程度啦吼，所以你要用博士相关的程度，所有的回复拢用国语写嘛无要紧吼。拢用教育部闽南语常用词典的标准用语，甲全台语文还是台语拼音回答。毋管第一区的回复，若拄着无确定的台语字，莫黑白三星，你会使用一个方框字互你。这就是咱规定伊爱用台语文回复，这一般真侪人伫用 Notebook LM 拢无注意伫即项代志，回复的部分，互你较长咧，爱较长咧。这个要求，伊要求咱甲伊对话，伊的要求会使有1万字，所以你会使写甲足详细，也是讲，好，我即摆无写详细的情形下吼，安尼过来都要签起来哦，要签起来。
添起来了，人工当然嘛会使改吼，即个物件，即足侪人拢无注意一个所以伊恢复的物件拢是华语，咱要互伊恢复台语，就是安尼做。来，我即马试一个写教案，来写教案吼，像即个我用第一部分写教案就好啦，把即个第一部分搞起来。你只要用国语拍，用台语拍拢会使吼。请帮我写符合教育部要求的，哇，这细字。把这个档案的名列出来，请照帮我写符合教育部要求的，用好。我念一解吼，请照第一部分即个档案，即个我拄爱迄个摘要，帮我写符合教育部要求的表的教案，用 Word 档输出。你若无叫伊用 Word 档输出，伊就会输出伫正屏遮变一个 MD 档，变 MD，这是迄 Markdown 的迄个档案的计算吼，好，伊开始计算，咱小等一下，要得算，这个 notebook LM 担保无问题，影片同款，你若要叫伊做影片的影片摘要一个人讲的，但是伊讲的吼，毋是台语哦，是华语。伊会使做一个影片出来，互你，这当去家己研究啦吼。我，还未做好，有较慢。哦，阮已经将符合的这个教案完整，放伫这个档案内底，放伫这个档案一对。有无？伊甲你讲，我已经做好啊哦，放伫工作区遮，就是这个，甲伊下载落来，咱拍开看卖啊咧，看伊真正是毋是接牢吼。这是拄啊。高中的金牌教员什么货？第影音演算、教育准备、教育评量、学习目标1至1、1至2、2至1、教育流程、发展，拢做好啊！这个部分，迄个教育活动15分钟，伊个教具是啥物？安尼就做好啊！咱的教案就安尼就做好啊！这有。这是教案的做法，所以咱即马是袂当考虑看卖，甲课本放入来新增的资源内底，像讲我即马有
啊对，你会使上传档案，啊嘛会使对网站内底掠，啊嘛会使伫你的云端硬碟内底，也是迄个像上传档案，我遮看有好，我有一本课本，后期要教的课本，即叫做高中的闽南高中的课本，我甲伊藏起来。啊，这 PDF 内底就是规本课本的 PDF。你若无规本的课本的 PDF， 嘛会使用手机啊，甲伊翕起来，翕起来了做 PDF， 甲藏起来，藏起来啊，就同款吼，用这种方式，请照第一单元，请照第一单元课文帮我写教案，啊，第一课的教案就出来啊。会使试看卖，这部分等一下我会摕掉啦，歹势，这是有版权的吼，所以等一下我会摕掉。我是讲这种方式，安尼老师敢有了解，会使袂？教案的部分会使无？会使袂？讲干那我伫讲，我毋知影，我毋知影大家听了安怎？好，会使吼。知影教案安怎做，就是安尼尔。好，啊，我会使，我会使做一个足奇怪的问题咧。请教第一部分，帮我写，我较大字咧吼，伤大，真大。请教第一部分。帮我写一篇适合高中生的台语演说。永春跟他离捷运，对，你要是坐捷运走一下而已啦。我是坐阮。帮我写一篇适合高中生的台语演说稿。时间4分钟，你嘛会使莫用 Word 档啦吼，用 Word 档输出。好，这个头前才有一个课文哦，有一个重点。咱要教学的物件，啊，你会使叫伊写一个台语演讲稿，看伊安怎吼。哦，伊爱做真久啦吼。目前的 AI 你要叫伊做啥，伊就有啥。这我是伫 Notebook LM 做，这免费的，免钱，免费的，伫申请来源遮，伊会使放，我照我所知，伊会使放100个档案，100个档案，100个档案。啊，若是纳钱的，有纳钱的吼，因为我这口做是免费的，若是有纳钱的，伊到边遮，伊会使放300个档案。啊，而且免费的，伊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若伫申请来源遮，你若是伫线迄个云顶的资料库，资料是云顶的资料库，会使遮爱钱的吼，爱钱的遮伊有一个直接伊更新啊，就是伊会创会使换新，这个好处就是。若是真侪人在用这个资料库，啊，我资料库小可叮当一个，啊，大家要用进前，才搁甲移一个，啊，伊就会使更新，就会使换新的物件吼。好，我已经将符合高中的情境演说台演本破题，
已经写出来啊，演说稿已经写出来啊。来看遮这个演说稿，唔知生做安怎。哦，这个演说稿高中的评审老师，各位评审，大家好。咱即马生活伫一个多巴胺控制大脑的时代，逐工阮举起手机啊，这就是这就有问题啊吼！15秒的短影音，头壳随演算法啥物话个？演算法看准咱爱闹热、爱健康的心理。用同温层甲咱锁死死，造成咱注意力安怎。哦，你要徛起来进前，你就爱大方，面带微笑。后壁遮我是设定伊用国语讲啦吼，因为这是学生去 OS 的吼，所以破题爱紧啊。第二段的时阵爱比出手机啊，伫举手机啊的动作啊，我即马该藏起，用上紧的方式啦吼，像什么吞洗3球分袂调整，这毋是趣味，这是无顾人身安全的。颔棍限制勇气，有过身的好，我即马 mark 起来即几个，就是无下咱台语的开口，所以遮就爱甲改做这是一进，我一个好的资料，会当出门的资料，咱爱有一个观念叫做三进三出，三进三出。我第一个叫伊创啥？伊互咱的物件，这叫一出。过来，咱即马甲遮顺过了，评审老师各位评判，咱改做同学，大家好。咱即马生活伫，这拢无问题，有15秒的短影音，这咱即马改过啊吼。凊彩啦，有15秒的短影音，头壳随。对演算法好，戆西，戆西，好，这是咱改过的。咱甲无下咱台语的开口，甲伊改过了，最后拢改了，再搁送转去互伊，加一寡要求拢会使，还是讲精写，叫伊搁精写嘛会使吼。这了吼，影片要写一个演讲稿，是毋爱写真久？即马一时仔就出来，爱偌久？2分钟伊就出来。尤其对高中生来讲，这已经是假做出语音通顺的台语影片来分化咱台湾啊，啥物货啦吼。阮同学再来改过，这已经是80%符合咱的要求啊。所以这就是 AI 的魅力 ，AI 就是好处就是伫遮，但是对华语老师来讲，华语老师也无头路；对台语老师来讲，一定爱有台语老师。
因为伊无可能做一篇符合咱的台语的开口，传递的台语拢无可能吼。好，这部分演说的部分、演讲稿的部分有问题无？无问题，咱就搁继续啊。安尼继续讲咧。咱会使甲写朗读稿袂？朗读稿嘛，毋免咱写，因为即马全国的语言竞赛，朗读稿拢已经是公定的啊吼，毋免家己找稿，所以朗读稿咱。老师，嘿，请你会当搁解释三进三出的迄个操作方式无？三进三出是一种概念吼。上简单的讲法就是，阮第一讲。实际上的操作是安怎？实际上的操作啊。即马这竞赛袂中，这无共款啦吼。实际上的操作，若改好啊，咱改好啊了，咱是毋是会使要求伊，请甲我用较大字咧哦，会使啦，看有就好。请甲我修改过的演讲稿，加上伫后壁，互我咧讲吼，一进一出，你若改过了，感觉会使啊，是毋是就会使摕来用啊？安尼叫一进一出，但是一定爱经过台语老师一进一出。总讲你若要摕互学生，互学生看到这，伊是毋是有诶问题，有诶意思，啥物事伊拢无了解，无了解要安怎？所以甲我修改过演讲稿伫后壁加上注解，甲手势。好，请甲我修改过演讲稿伫后壁加上注解、甲手势的要求、甲情绪。这入去了，伊已经改好啊，改过，已经符合台语开口啊。入去了，过来就要求加这物件互学生，这嘛是二进二出，这是二进二出。当然你嘛会使对三进三出。你看是你佫需要啥？还是讲我讲的三进三出是一个概念性尔吼。你第一进机理佫出来，你感觉我甲你这个案例无啥好，请你改一个另外的案例。这就是二进啦。同款意思，这是一个概念，表示讲袂使用原版第一版。直接摕来用，咱拄仔看到的就是有一寡毋对的字，还是无符合咱台语开口的字，这拢爱改过爱修过。这是三进三出，只是一个概念尔吼。过来，咱即马讲到朗读的部分，朗读当然咱会使照拄仔写的这哦。请照第一个部分，帮我写一篇852的朗台语朗读对朗读对是。
龙头果嘛是安尼想诶，龙头果嘛是安尼想，啊，问题是写出来敢有路用？无啦，当然我是讲，其实嘛会使安尼写啦吼，甚至你嘛会使，写散文啦，写小说啦，写啥物嘿，拢是用安尼。我即马讲诶，遮物件拢是伫Gemini内底，伫即个Gemini内底会使做诶代志。好，即Gemini即马嘛会使碰拄啊迄个 Notebook LM 哦。Notebook LM 的好处是啥物？固定，已经经过你过滤过的上安全的资料，放伫资料库内底。遮做的，甲拄啊遐做的，拢共款，但是差别是伫即内底找的物件，伊会使用遮回应诶，无一定是全台语，因为你无要求伊，除非你要求，请用台语文回答我。照论文找一条目前受低影音影响的信息，目前上新受低影影响的信息。好，这个物件就表示伊找是向全网络，但是 AI 有一个大问题，因为伊用的资料库足大的，野改资料库嘛是像讲2025年进前的资料，伊会当正确找出来。但是上新的伊无一定有，你若要叫伊找上新的资料，你就爱照落找一条目前上新的，你一定爱下即个命令互伊，无伊会去干那找旧资料尔，伊无法度找新资料。看伊，这讲台语，对呢，是台语呢。好，这伫即内底做诶，甲即内底做诶，拢差不多。但是即内底做诶，伊会照咱互伊诶资料去做。好，这拢透过伊嘛找出来啊，伊嘛写出来。好啦，不管啦，咱莫看伊诶拢透过啦，无需要。好，这是拢透演算的部分讲了，咱讲拢透要安怎支援吼？因为咱今仔日时间较无遐济，拢透要安怎支？拢透一般已经有固定的拢透过，要安怎支援拢透？有一个物件叫做，来，我互恁看一个，互大家看一个。物件叫做，这我的手机啊，歹势哦，我的手机啊，目前会当开这段。无咯，我用先莫用这，用你连线这个。这个有较细字啦吼，这即摆因为
这是我的手机啊吼。这物件你看这有啥？先甲停起来。这个物件叫做我甲号名叫做要叫做啥？影音袂使讲影音同步。来，这会使是音标，甲音标摕掉，甲称词摕掉。好，连升学堂当行李规伫兄嫂身躯边，我甲记咧，我记一个。好，后壁。玉我听着悠悠快，你这个要做倒一杯。系啊，我要甲叫啥个？用什么同步啊吼？好来，总共这是一篇朗读稿，啊，学生摕到朗读稿，伊直接就放送，即马遮直接放送，啊，伊就一直念落，啊是讲，我遮即个部分第二段，第四，一两三四，第四段听了无清楚，搁记一解。玉我听着悠悠快，你这个要做倒一杯。搁一解。玉我听着悠悠快，你这个要做倒一杯。安尼。这是会当志愿朗读稿，这种会叫做啥物来？来看后壁哈，看遮。来，这部上重要吼，Notebook LM。拄啊迄，拄啊遮啊，是毋会使？是毋会使支援？帮我写一篇，RT 吼，帮我写一篇台语的读者剧场。适合高中生，时间、人物、老师、阿明、阿芬、甲阿良，好，老师，你看，请照第一个部分这个物件、这个内容，帮我写一篇台语读者剧场，适合高中生，时间4分钟，用 Word 档案输出。人物咱限定互伊，伊毋知会安怎吼？这敢会当替咱写读者剧场？我。再互伊去行，互伊去走吼，咱继续讲。用 AI 资源，用 AI 嘛会使支援即个部分哦。我要参加，这伫讲义内底有，这伫讲义内底，这拢伫讲义内底。好，来用，然后啊，甲要搁再做。即摆用 AI 要安怎支援朗读，这叫做这爱讲到程式设计吼，咱先第一个先设伫
语对齐系统嘛，音字对齐系统。这要安怎甲大家讲咧？来，我已经有用 AI 写一个程式吼。这因为这有版权的问题，所以我暂时放。啊，大家入来了爱。这是我做的音质对齐系统，用 AI 写出来，就是像拄仔迄个物件，类似啦，较类似拄仔迄个物件。啊，伊要安怎用？第一个先选择，有无？对。等一个，先开讲，来，这已经做出来啊。角色，这是有白原本。大家好，咱下期头只剧场的搬演主题是安怎？阿良讲，咱下期要搬啥物？阿良，你又搁咧扶手机啊？你现在规工看迄，这当然爱改啦吼。这个部分爱改。已经产生多巴胺依赖啊！这头只剧场，安尼是毋是读者剧场？读者剧场就安尼写出来。老师阿良讲安怎？冤枉哦！我是最近安怎？吞洗衫球分别条件。阿良，你敢是读较歹去？好，这就是头只剧场。安尼，读者剧场，其实拢同款的物件，只是你的要求命令，是安怎写呢？是有迄个。这个读者剧场我嘛讲了哦，因为时间要到，咱等一下，还有一个足重要的物件爱讲。我先各位老师，你若会使，你拍开一个叫做 Cloud CLAUDE.AI 来拍开一个 Cloud。像我要讲到程式设计爱对 Cloud 迄边做，是因为 Cloud 伊的好处是做好你会使直接一屏。莫用狼人杀啦。拍开了，爱甲这个部分，老师你敢有拍开 Cloud 的野手？好，来 Cloud 吼用来，因为 AI 有分两种，一种叫做多模态，一种叫做单纯的文字。Cloud 伊是单纯的文字尔，迄个ChatGPT 啦、Gemini 啦，搁其他Grok，迄是多模态，就是伊会使放影片、放声音、放文字，伊嘛会使出这物件互你。所以这我甲这扣起来，你甲这个资料，这个资讯，
甲伊搭入去你的 cloud 内底。我这个资讯甲搭入你 cloud 内底，请设计网页或者像是时代这个游戏，我要台语版的，材料一正面遮，伊就已经设计出来啊。像是卧底台语版的这个版本，这种程式设计什么意思呢？像伊设计出来其实是安尼啦。伊后壁有一个叫做网页程式，伊设计出来是安尼，啊，执行出来生做安尼。你互伊什么命令？你互伊遮设计一个像是 spy 这个游戏，啊，角色分做百姓啦、spy 啦，什么迄都是间谍，什么地动，啊，甲咱需要伊做的内容要求拢写清楚，写了愈清楚，伊设计了愈好，一摆就完成。啊，伊设计出来的物件，先即个物件，啊，程式码啦吼，再变做即个物件，以即个目睭吼，就会使甲伊分享来你的手机啊，还是甲伊掠落来你的资料夹，你的资料内底，啊，来分享即个部分，公开，甲伊 copy 起来。copy 起来了，我拄啊竟然无甲送出去，copy 起来了，甲伊分享，等一下咱以即个，我即马伫信息栏内底，家己看卖，你就知，就是即个所在，也是讲，甲伊变做一个QR code， 我扫一个哈，毋是。咱伫手机啊，遮甲即个 QR code 扫起来，找到，失败，遮毋对，毋是即个。我本来要扫，要讲伊用出来要安怎用？先莫用这浪费时间。手机伊拄啊后壁这个移起来，就是像安尼吼。啊，要安怎算呢？这物件咱拄啊甲伫复习者已经讲好啊。老师叫某一组来看答案，啊，老师来，即马咱来所有的班上分6组，第一组来看答案，开始答案。第一组
摕到的是火，第二组来看的是火，第三组水，第四组火，第五组火，第六组火，好，开始算哦。啊，即马请每一组讲形容你即马摕到的物件，每一组形容，内底有人是摕到水的，伊嘛是爱讲，迄是一个物质。第一个讲，迄是一个物质；第二个讲会烧烧；第三个讲会冷冷；第四个讲，我的嘛是烧的。安尼是毋？大家就知影，第一轮来放落来内底吼，安尼即组甲别人无共款，伊就是失败，就大家像是失败的，就记忆。所以即个算法就是要求大家学生拢爱用台语，用简单的台语讲出伊的内容，一轮了记出来，记毋对。记着就赢啦吼，若记毋对，就是搁后一轮搁继续讲，会使搁较讲了较深入，搁来，这种游戏吼，游戏的问题，即摆拢会使叫 AI 设计，像讲做一个对碰，我进前有对碰，我敢若伫内底有。伫我的工具内底有，好，拄啊，我是对朗读内底来讲即个物件，像设计网页程式，要个40分钟，先甲关掉吼。请设计网页程式，会使请设计网页程式，会使支援即按即发音这种的叫音质对齐系统。我无甲伊讲了解清楚，干那落这个命令互伊。好，看伊会安怎吼？当然我拄仔写的即个，我拄仔写的这毋是干那落遐简单的命令啦，是落了较详细，要求了较详细。当然你愈要求愈详细，伊写愈好。伊的内容形式是要单字的，还是规句底文，还是两项拢袂？会使切换模式当然，敢若大人，敢若囡仔才会选择大人，逐项拢袂吼。老师会使传录音档，两项拢支援。这毋免啦吼，因为咱要用台语的嘛，所以这个是选择头顶录音档。伊就替咱设计设计了，咱就会使摕来用。就是甲文本藏起哩，甲声音藏起哩，要安怎藏？选择，我爱找一段。而且咱的。先录音袂使，欢迎。我的做法，这个物件安尼做，像讲有线系统，我甲文本藏起来，我来调整，因为做这爱有一段时间。文本，你照这个顺序看就知啦吼。尾啊生做安尼，
下载落来。像我若用简单的方式做出来，因为每一个城市设计拢无共吼，伊就生做安尼，优先系统，徐坤明，食饱未？最近好无？饭你会福，期待再相会。这是咱台湾人自早传落来的优先系统。伫一个人情交交的社会，和谐比真实更加重要。有听无，咱就更加依落。伫学校，老师明明知影学生回答毋对，说讲你这个想法真好，会使搁一摆家己伫学校，老师明明知影。好，这个我即马放的这个是简单的，就是拄仔我讲的，像设计网页程式会使支援这个音译，我敢若出这个部分，伊做出来是安尼。啊，若较困难的、较复杂的、较完整的，伊做出来是另外这篇。食饱未？最近好无？哦，啊伫饭你会福，期待再相会。这是咱台湾人自早传落来的优先系统。你若伫一个人情交交的社会，和谐比真实更加重要。工课。毋过，这套优先系统若是变做习惯，就会产生一个问题。好，咱开始分袂出啥物是真实，啥物是假。你敢有这经验？伫学校，老师明，我甲伊改做经验。你敢有这经验？伫学校，老师明明知影学生回答毋对，说讲伫学校，老师明明知影学生回答毋对。我感觉伊讲了伤紧，你这个想法真好，有创意。毋过，伫公司，主管明明对你的工作无满意，你做甲真好，毋过还阁有进步的空间。这就是优先系统的根本问题。好，这是落较复杂的命令，啊，你有想法有要求。放入去内底，伊就会甲你设计一个像安尼，哦，即马这个是另外吼，老师编辑，拜托诶，伊咧设计啥物货？因为我无开新诶啦，无开新诶，无要紧吼，这就是咱若是要搁设计另外一个物件，这个甲拄仔迄拢无共款。你就爱开一个新诶，开一个新诶，互伊，开一个新诶，互伊。啊，这个程式吼，这种 cloud 伊诶形式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伊会放伫正边，互你会当看。好，即马咱讲拢图诶部分，安尼是毋是会当支援拢图？我用 AI 支援拢图，最后一版我用，互老师字你看卖，安尼就是资源拢图的方式。过来，那个眼睛后壁的部分，加个一个四格漫画。安珠老师定定咧讲诶，迄四格图，家己就会使画啊啦。要安怎画？像我即马找一个，咱拄仔有毋有演讲稿？咱找拄仔迄个演讲稿好啦。毋是。
咱拄有一个演说过媒体公务员台语读名，敢有伫咧？演说过。迄个要画图的部分吼，爱转来 Gemini， 转来 Gemini。Gemini 叫做多模态嘛，多模态就是你会使要求画图。我的演讲个的内容，像歹势啦，我竟然。我甲即个演讲稿，遮复杂、遮困难的演讲稿，这遮无趣味的演讲稿，我竟然摕来做咧啦，真正是无要紧。我的演讲稿内容像你看下骹演讲稿四个，袂使，请帮我做一张四格图，四格漫画，请细字吼，请细字，请帮我做一张。四格要求，时代背景爱的现代的台湾，这个讲啥啊？袂使有文字，彩色图，我黑白路主要是四格漫画吼。我黑白用遐看，伊即马开始画图。毋知，大概落的命令无共，伊画出来的图就会无共。同款的命令，一模一样的命令，伊画出来的图嘛无可能共款，无两张图完全共款的吼。我拄仔无，若照讲吼，正确的方式是爱伫遮要求伊爱建立图像，来建立图，还是建立影片？我拄仔无。因为我无影响啊，因为我下骹是这帮我做一张四格漫画吼，所以知影画图，四格漫画图就画出来啊，这当然伤复杂啦，因为咱无要求伊爱简色，也是讲背景尽量简单。看到这同款的物件哦。请同我做一张四格漫画，要求时代背景爱伫现代的台湾，袂使有文字的彩色图，背景尽量简约。好，我搁加一个背景尽量简单安尼。
看伊等下画出来会生做安怎？这就是四界图。所以吼，要做简单讲啦，要做四界图，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爱有底稿，较内底爱有物件，还是讲你有一个故事，还是讲要讲一个物件互伊，安尼伊画出来才会准。我叫伊尽量简约，好啦，有比拄啊较有比即张较简单一点嘛啦。啊，若无下要求，会使搁登录命令，伫遮顶做。我感觉伊讲的，会使顶做，搁较长，还是搁较简单，还是搁优化，还是搁试一摆顶做。因为拄啊迄张咱无满意。这就是四界画图的部分，安尼会使吼。过来，最后还阁有半点钟的时间。到目前为止，有啥问题要问的？咱中拢无休困，歹势吼。啊，大家有较忝一点嘛？有啥问题要问的？即马讲出来，差不多2分钟的时间。来，有啥问题要问的，还是讲要加强的？你若要问，直接开麦克。来，要问把握时间哦，紧来。2分钟。对。过来，你继续好啦。好，继续吼。你啊看，伊过来做出来四界图就是安尼。所以即马各县市若是要出题目，是毋用安尼画就好啊？免钱啊，迄个免费的嘛会使画哦，毋是讲一定爱钱的嘛才会使画哦。但是要做影片、要做音乐，迄个无共款啊哦，迄着爱纳钱啊。即马这么来所有的 AI 吼，平均一个月拢是20块美金啦。啊，有的是会使做一个家庭群组，6个人嘛是20块美金，吼，迄个另外一回事。我即马无讲收费的部分，用免钱的就会使有遮。好，安尼四界图就是安尼做法。过来后壁最后25分钟时间一定真赶吼。我要讲一个影片安怎画，影片安怎做。伫教材的部分，伫教材。我用教材来讲，咱要做，像我即摆若是想讲要互高中的做一个迄落台湾俗谚语，甲台湾俗谚语画作影片，啊，咱是毋是爱先互伊资料库，台湾俗谚语的资料库，啊，资料库要安怎用？就是伫书店部。伫书店的部分，甲伊吹出来，啊，甲伊搭起来，即共款哦。伫迄个试算表啊，用 Google 试算表，啊，就安尼甲搭起来，这家己看就好吼。总共有这部分，啊，甲伊，咱会使要求试算表，甲伊的即马提出来了，甲伊整理，有典故的，有述事的，有迄个刀枪的，有迄个音韵的，啥物戏拢甲伊，互伊家己去编出来了。哎，活动第一，我看这个下，这个图一看就知影是牛会吐脏水，马会吞秤槌。这图若是无用 AI 做是无可能
你无可能翕到即种图啦，因为牛无可能会去捕脏水嘛，对无？所以这意思是无可能的代志。牛会捕脏水，马会吞凊水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吼。这要安怎讲即个部分咧？用本来吼，若是照影片来讲，伊爱经过几个部分咧。第一个用Google 的文件，第一个爱先有故事的内容，伫遮，过来爱甲故事的内容做卡本脚本啦，吼，咱讲的卡本吼，有人讲迄个角色的角，无要紧。过来第二个部分爱做分幕甲分镜。第一幕内底有分镜，每一个分镜用 AI， 这拢是 AI 产生的，这毋是我写的吼。我写的是干那一个故事尔，是即个故事。即个故事有一个做人小姑，平常时若看到兄嫂坐落来休困，就会安怎，足爱清气的型。若看到兄嫂在甲囡仔，在甲婴仔切屎，鼻仔就平咧，闪去边仔尾啊，小姑嫁人，家己嘛生一个囡仔，好，生一个婴仔啦。故事安尼，过来爱分镜，过来分幕了分镜，分镜了，这足重要的。第一个爱甲头一块，每一个分镜的第一幕爱有一个提示词，就是要求这个图爱安怎画。像讲这个图，伊要求伫古早时代1950年的年代，一个小姑在切红粿刀，因兄嫂坐伫边啊，逐摆若看到因兄嫂坐伫边啊，伊就这个是安尼写啦吼。迄个伊就开始加咧切刀啊，甲爱清气的款啊，你袂使休困咧，爱像我安尼一直继续做啊。好，分镜了，即个分镜要互伊叮当，爱有一个提示词啊，就即个要求，伊讲过来就爱安怎，伊才会叮当，无这是死的。像这个做的方法，做这种图的方法来，拄爱图第一张图，第一张图，咱甲这互 AI， 转互 AI， 新的吼，为新的。加选建立图，安尼就会使。先爱用英语，因为英语伊看了较清楚。台语还是国语，伊定定会误解。这无法度的代志吼，因为毕竟 AI 是外国人设计的。好，要安怎甲图，互伊会叮当，加。下骹有一个叫做 VIDE， 移来，这是做影片，空白影片，移落来，加大图，看拄啊迄张，袂好，应该是爱好啊咧，好，等一个甲。这张图搭起来，第一张图搭起来，伫遮。Stop hiding your skin under layer. 我得等伊导出来呢。后来伊无出来，无要紧啦。咱用已经用好的这个甲起来。啥也无过。放伫专画面内底，
遮有一个转换做影片，转换做影片移落来，伊甲即个第一张图放来遮，佮甲咱拄仔用 AI 做的，用 AI 做的即个后壁的震动的部分，来放伫遮，好，来开始，伊就开始做图，互伊走一时啊吼。我是安怎用动画？用建立才对，无影响啦，互伊先走。哦，安尼伊就会当震动。了吼，咱拄仔迄张图，咱看两张图是毋是无共款？共款的命令哦，伊画出来无共款哦。这是咱拄仔用的，这较旧，这较散，这较好举，好，无影响啦。你啊看，伊即马，我先解说即个运作的原理吼。用即张图放起来，转换做影片，伊放伫头一，算讲第一张啊，第一张咱台国语叫做手针啦，第一张。用即个命令，甲伊讲即张图爱安怎震动，伊就变安尼。伫遮你看即张图是平面的，袂震动的。伊用5秒，遮好啊了，试一个，用取代，好，这个时阵头前5秒，来看。好。安尼知影，要安怎互伊震动啊吼？伊真简单，伫咱 Google 内底就有即个物件，毋过伊有一个浮水印，真足看吼，真足看，遮有一个浮水印，即个浮水印就是 VEO 的浮水印 ，VEO 的浮水印。我一般我伫做图吼，我拢会甲伊留即个浮水印，甲别人讲即个物件。这叫做数位标记啦，数位的标记吼。这个物件我是 AI 做的，这毋是真的人。先讲清楚，这毋是真的人。也是讲，照讲咱即马所有的文字 AI 的文字嘛是内底拢，也是图内底拢一定爱有头暗一点点迄个数位资讯，人讲 AI 资讯。无吼 ，AI 食着 AI， 迄是未来世界的世界崩溃吼。好，过来第二张要怎做？加新场景加起来，加起来了，开始我拄啊应该爱想煞做第二张才对，无紧啦。我用这个，第二张会有问题哦。咱看第二张要怎做？我甲加入。遮嘛吼，新场景，甲伊搭起来，甲拄仔边仔定咧，甲伊搭起来。好，过来，这小可有走哦，走来遮，因为拄仔迄是第一张，这第二张转换做影片。当然，即个部分就爱选后壁即个部分。爱换过来，好，开始。等甲做了，伊互伊哪震动？等甲这拢做了，你甲伊遮。
正面遮，甲伊下载，用下载做 MP4，MP4 是影片甲声音，有影甲声的档案叫做 MP4 吼，也是讲直接送去 YouTube， 也是讲添起来，也是讲复制。好，即摆第二有问题，这问题出伫对？这项要求敢若违反相关的条款，是安怎违反相关的条款？因为内底讲到屎，讲到屎，也是讲到婴仔，精理婴仔伊的误会，所以安尼违反，只要若是甲色情有关系，也是讲虐待的，也是讲垃圾的，也是讲毒，也是讲跋筊的，伊拢会停起来，拢会无爱互你做，无爱互你做要安怎？你内底讲到屎，你爱甲改做乌色的、圆圆的、乌色的一个物件，安尼伊就会当做啊，伊就通过啊。所以你袂使甲讲屎啦、尿啦、啥物货吼。好，安尼做了，但是我即摆准讲我已经过关啊啦吼，就是下载做 MP4， 下载落来，安尼就会使直接放啊哦。这就是咱拄仔做的影片，足可以啊！我就是要甲你讲，我是足爱清洁的人，还是鼻仔甜咧。后壁啥也无，因为拄仔互禁止，伊无做出来。当然咱爱改啦。安尼影片是毋是足简单？其实无遐简单。影片到遮，爱搁剪，若是有毋对的，也是无介意的，你会使加做几张啊，再来剪，伫迄个影音编辑软体内底剪，因为时间无够。剪影片的部分，咱今仔就无讲详细。你若是无用剪影片的软体，嘛会使直接伫遮剪就使。用会使直接伫遮剪，但是伫遮剪我是较无建议啦，伫遮剪，较麻烦。嘛会使用Gemini剪，另当咱有机会再搁讲。好，规对头到尾拢做了，我感觉拄仔做的比这做的较好，这做的较奇怪。看咱尾啊的，我干那做到第四只就发到完整啊。我看我有放伫遮无？嘛会使直接用 Gemini 做吼。我看。来，先看遮。这叫做清气小鼓换看屎，这是一个台湾俗语。你要互这个物件会当变做影片，当然你简单讲吼，就是故事爱清楚。故事有一个做人小姑的，平常时若看到兄嫂坐落来休困，就会摕桌布，甲伊这伏起来。我嘛会使无爱用即种 VIDS， 影片叫 VEO 啦吼。我用安尼做法做，
较麻烦，爱搁啥物分件啦、分做剧本啦，啥物迄有诶无诶，啊，我直接敢会使直接互 Gemini， 我来 Gemini 咧。请做影片。创建立影片吼，建立影片。啊，影片吼 ，Pro 级的才会使哦，爱录钱的才会使，歹势啦。啊，若是音乐的部分，共款，你若是 Pro 级的吼 ，Pro 级的会使音乐会使做3分钟，啊，若免费的就是30秒尔，30秒。啊，这爱有一段时间啊，咱即摆53分啊，到大约是安尼吼。咱今仔日课程先讲到遮，啊，留后壁几分钟，5分钟吼，大家有啥物问题会使提出来问。来，来，多谢昆明遮尔丰富的内材吼。其实当这时会改做文理题，就是讲关即个空气画图足复杂。啊，若有昆明咧讲解配合时代进步。我相信咱的整个是演说就免改题目啊吼。啊来，所今在各位各有啥物问题来？你有问题请举手来。这位人有问题？来，关务来。老师，请问会使讲一下，你安怎产生无共形式的测验题？多谢。测验题，哎哟，歹势吼，我拄这，我无法度制作，因为即内底有屎，歹势，我先甲即个解决掉吼，请做影片，要安怎解决咧？线伫桌顶放一粒圆的黑色的，我紧啊，莫查，莫啊，细粒的，细粒的，细粒的物件，好，安尼。迄粒物件放伫桌顶，安尼就会解过后，安尼就有可能会使后。好，拄我讲的测验题吼，有2个部分啦。第一个是伫 AI 遮做测验题，第二个部分就是伫Gemini内底做测验题。咱像Gemini， 就这。伫即内底正手边遮有一个，这毋是我，这毋是原始的，我找原始的。伊正手边遮有一个测验，工作室遮有一个测验，甲伊试落去。啊，你测验题要求是啥物？设计5条，你要求测选择题，选择题4个选项，较侪困难，我来中等5个来源，还是讲我即马用一个优先系统一个来源。确认4个选项，好安尼，互伊生，伊才就开始生啊。
好，测验题就是安尼做，安尼会使袂？佫有啥问是不题？是原来会使产生无共款形式，除了选择题以外，当然啦，你会使，你会使伫遮议落，伫遮议落了，即马是测验题嘛？来，你讲要做啥物？你要想要啥物形式的？比如讲迄个问答题啊，还是迄个写题啊，吼，写问答啊，拓空。问答5条，2条，啊，拓空3条，像安尼，安尼会使袂？所以优先我用这个。伊即马继续产生来拄仔的选择题，先做安尼。根据有线系统一文，传统台湾社会对一种价值顺位通常高于真实。和谐，第一个和谐，答对了安尼。继续。当然这嘛会使家下载落来，嘛会使甲问题下载落来，嘛会使分享互大家做，线顶做，安尼。问答题，伊即马搁咧生共款的方式啦，吼。好，多谢昆明，时间的关系多谢老师。多谢昆明，今仔介绍，搁包括伊可能搁有足侪好的物件，咱明年则搁安排昆明继续甲咱来分享。今仔日热切，老师，咱来讲啥？咱来讲好是明年想要爱啥物物件？马紧。到时因的，我会问因的意见，到时我写配互你，吼。是。好，咱今仔日就到遮吼。头啊，卡路，你头举手要问啥？卡路，过来，把握时间哦。好，我要问，因为拄则文德老师嘛有强调，就是讲我知影讲，若是拳头母甲人争，这拢佫有囡仔有家人的，其实 AI 影片拢会甲伊阻挡敢佫有啥物物件爱注意，爱安怎改？我要问这。简单讲，我拄仔已经讲过啊吼，属于大脚的、黄色的、薄力的，迄个囡仔排泄物啦，还是讲即马佫加一条，就是热带小动物的，这拢袂使出来。你若要用，就爱转换做其他的物件来代表。多谢。好，安尼咱今仔日演习就到遮吼，多谢昆明老师，嘛多谢各位友子。后礼拜是温言老师要来介绍白话的一寡好文历史文本。后礼拜是最后一届哦，所以有兴趣的友子，后礼拜咱继续来收听。多谢昆明，多谢关怀基金会。咱今仔日演习就到遮结束多谢各位。多谢各位老师。多谢老师。明年搁安排昆明你搁看有啥物好康你搁甲。